但呢首歌所謂嘅誰人呢，個誰字呢，我認為並不是表面副歌上面睇得咁簡單。咁你可能會問嘅，呢首歌出現嘅目的係啲乜嘢呢？除咗商業考量之外，賺錢之外，即係每首歌都有佢自己嘅信息㗎。咁佢嘅信息係啲乜嘢呢？大家好啊，我係黑粉。咁咧早前就問過大家喺下一次嘅歌詞評論裏邊，即係今次你想聽到啲乜嘢嘅歌詞分析啊咁樣。咁有人咧就提議話偷偷摸摸嘅，咁呢個提議係相當之唔錯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就嚟偷偷摸摸。呢首歌嘅填詞作曲分別係李克勤先生同埋劉祖德先生。首次被收錄嘅唱片就係喺李克勤嘅1994年就是情歌當中。呢一隻歌嘅歌名第一下俾我嘅感覺呢，就係好似佢做乜嘢都唔見得光，要鬼鬼祟祟咁樣。加上喺副歌嘅位置，我哋可以聽得到。誰人在每晚找開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沒發現你的鬥爭，任愛念隨意送贈，但其實你每晚都傷心，反覆兜轉的不斷問何日那顆心上已再沒唇印。副歌嘅第一句咧，聽上嚟咧係鬧緊人咁樣，係邊個喺度每一晚都喺度外出四處尋歡？但呢首歌所謂嘅誰人呢，個誰字呢，我認為並不是表面副歌上面睇得咁簡單。喺影片嘅最後呢，我會再講講我嘅推測推斷嘅。暫且大家就可以當佢係呢個鬧緊人先啦。跟住啦，拉拉扯扯係需要用兩度唔同嘅力去造成嘅一個動作啦。同一時間亦即係話表示住雙方中有一方呢係將會被牽住走嘅，係將會被呢度力牽連住走嘅。而就算係拉定扯都好啦，我都係覺得係代表住對方嘅一啲不願意啦，或者係不滿嘅情況。就喺雙方都有不滿之下，半推半拱之下，就逐步咁樣走向咗呢個嘅誘惑當中。而走咗過去誘惑嘅嗰一方，係並冇發現到佢嘅另外一方，即係其實係佢嘅另外一半啦嚇，係並冇發現到佢另外一半呢係有一個戰鬥嘅跡象，即係話佢已經開始懼怕害怕嘅跡象啦。嚟到呢度呢，心水清嘅朋友應該知道呢一個 MV 其實無線所做嘅 MV 呢係有少少錯漏喺度嘅。佢嘅歌詞裏邊呢係打多咗個有字，大家頭先所聽到嘅係沒發現你的抖震啊嘛。原來早喺呢個時候呢，無線係經已有咗呢啲嘅錯誤嘅例子出現啦。面對住誘惑嘅嗰一方，不單止沒發現到佢嘅另外一半有異樣，佢仲將佢嘅愛意任意散播出去，隨意地送給他人。歌詞係用上咗隨意，隨意俾我嘅感覺就係好似冇乜所謂啦，隨便咁嘅意思。正呢一種隨便嘅感覺啦，就更加突顯咗被誘惑嘅嗰一方
已經係完全沉醉於喺誘惑嘅引誘當中啦，經已忽視咗誘惑背後所帶來嘅一啲影響或者係後果。後果同影響帶來嘅就係令到佢另外一半每晚都傷心，開始會反覆地問自己，到底佢嘅另外一半幾時何日會再沒心上唇印。副歌最尾嘅嗰句，我有兩樣嘢想講嘅。唇印係比較油同埋比較黏嘅嘢，佢哋係會容易依附住喺一啲皮膚啦，或者係一啲衣物上面。一啲常見會黏住喺皮膚或者係衣物嘅嘢，點解會黏咗喺心嘅上面嘅呢？其實我覺得心上代表住嘅係被誘惑嘅嗰一方，係已經有咗一個心癮嘅情況出現，而唇印就係代表住誘惑存在嘅印記啊。雖然係咁，從呢一句呢，我哋可以睇得到呢，被受傷害嘅嗰一方係依然對佢嘅另外一半呢係有個期望喺度嘅。原因呢，就係因為佢頭先所問嘅呢一條問題啊。大家可以諗諗嘅就係，如果喺現實生活中大家係對一個人係完全冇希望嘅話，你會唔會幫佢諗咁多嘢？係唔會有呢件事發生嘅，唔會幫佢諗呢啲咁嘅嘢。所以就此證明呢，佢幫佢諗呢啲咁嘅問題呢，至少呢個人呢，仲對佢嘅另外一半呢，仲有丁點嘅期望。而呢一首歌就喺一個備受誘惑引誘嘅嗰一方所做出嘅一啲行為，令到佢嘅另外一半受到傷害。呢個背景底下呢，開始嘅呢一首歌係嘅，冇錯，副歌的確咁寫。咁但係如果熟悉呢首歌嘅朋友呢，就會知得到其實唔係咁嘅，因為從第一句啦，我哋已經可以聽到夜深他竟背着愛人，偷偷帶着香檳約會舊情人。呢首歌嘅第一句已經俾我有一種跟住人哋後邊將睇到嘅嘢寫晒出嚟，同我早前幫呢首歌嘅背景下定義嘅時候呢，我係咁講噶嘛，就話係備受誘惑嘅嗰一方所做出嘅某一啲行為，令到佢嘅另外一半啦受傷害嘅呢個背景。喺呢一個嘅大前提底下呢，的確冇錯係有自相矛盾嘅出現，但係大家可以留意返，其實歌詞裏邊呢係有以下落嚟嘅呢一句嘅。情話句句地說着，面上純真，真假假的戀愛難分。真真假假的戀愛難分。如果係前者備受誘惑嘅嗰一方，佢做出嘅某一啲行為，而令到佢嘅另外一半備受傷害呢，呢一個說法呢係唔成立嘅。因為作為身邊嘅另外一半呢，你係冇理由會唔知道你嘅另外一半係咪對另外一個人產生咗真嘅感情，否則你都唔會傷心。如果你係話你唔知嘅話，咁唔
知又點會傷心呢？所以我覺得實際嘅意思其實係備受誘惑嘅嗰一方啦，我哋叫備受誘惑嘅嗰一方呢，係做出一啲疑似係偷食嘅行為，咁就可以解釋到點解係真真假假的戀愛難分啊！因為作者呢並不是當事人，唔可以幫兩人呢隨便下判斷。至於你話點解會用到舊情人呢個字呢？咁如果係呢一個解釋嘅話，咁點解釋舊情人呢？基於佢前一句係有個竟字啦，咁即係話竟然係俾作者見到，咁竟然就判斷個次數佢係唔會係好多次啦，一次咁大把啦。一次嘅話呢，所以我係認為呢係作者嘅即時判斷，亦都可以判斷出呢就係作者其實係有見過現役嘅呢一對情人啦，現時嘅呢一對情人。從呢一個假設繼續延伸落去嘅話呢，副歌上面所寫嘅就會變咗係作者所擔心嘅事情。萬一真係發生咗呢件事嘅時候，備受傷害嘅嗰一方會變成點樣？備受傷害嗰一方所擔心嘅嘢又會係啲乜嘢？呢一個先係呢一首歌，我認為呢一首歌想真真正正想表達出嚟嘅背景。而呢首歌嘅第一句呢，我哋可以聽到夜深，他竟背着愛人，偷偷帶着香檳，約會舊情人。呢度可以聽到一個重要嘅字眼，就係竟背着愛人，個竟字就係表示住作者竟然親眼目睹歌中所謂嘅佢竟然係會背叛咗佢自己嘅愛人，同時亦都表示咗喺作者嘅心目中佢係有一個非常之良好嘅形象，係不會背叛愛人嘅形象。點知呢個形象就俾今次作者所目睹嘅事而打破。唔知大家又有冇遇過一啲本身喺你心目中非常之良好形象嘅人，佢因為做過某一啲嘢，令到喺你心目中嘅形象、固有形象被打破呢？不妨喺留言區分享下。好，繼續落去就係偷偷帶着香檳約會舊情人啦。呢一句呢都係一啲作者睇到嘅嘢。情話句句地說着，面上純真，真真假假的戀愛難分。作者見到疑似被誘惑嘅嗰一方，疑似偷情嘅嗰一方，喺度講緊一啲係作者覺得係情話嘅嘢，而且雙方喺臉上面係流露住一種純真。而純真，我喺白紙鶴呢首歌呢，克勤嘅白紙鶴都有講過，就係話純真係有一種好純樸，冇任何雜質嘅一種感覺。咁樣嘅話，又難怪作者覺得歌中嘅佢係喺度偷緊情嘅疑似。始終佢俾到作者一種感覺係好純真、真摯嘅嗰種感覺。
有關於純真呢樣嘢呢，如果大家想聽多啲嘅話呢，可以去返我嘅歌詞評論，白紙鶴嘅歌詞評論去聽返嘅。夜更深，身軀更是貼近，一刻快樂歡欣，美夢內浮沉。上半句呢都係仍然喺度解釋緊點解作者會判斷到歌中嘅佢係喺度偷緊情啦。可以睇得到啦，都係一啲行為上面嘅判斷，都經已係夜深啦，佢仲同另外一個人嘅身軀可以咁貼近。從呢個事例呢，我哋可以睇得到啦，其實行為呢樣嘢呢係好容易惹起人哋誤會嘅。你又有冇試過因為你做出嘅某一啲行為而令到人哋誤會你啊？因為上述出現嘅行為而令到作者佢本身對於疑似偷情嘅嗰個人呢產生咗一個進一步嘅擔心。呢度嘅美好其實係代表住疑似偷情嘅嗰個人自己本人本身擁有嘅美好嘅一切。浮沉呢個現象呢，我哋會喺水嗰度會見得比較多啦。咁泛指呢，其實係指一啲嘅水面嘅波動啊。當有呢一個嘅現象出現嘅時候呢，即係代表海面呢，亦都係唔平靜嘅。海面上呢，亦都係並不平靜啦。因此浮沉喺呢度呢，亦都可以定性為不穩嘅情況。擔心嗰個人會唔會因為一時嘅快樂、一刻嘅快樂、歡欣，令到佢本身擁有嘅美夢所建立嘅嘢，因此變得不穩。仍是照舊過後當沒發生，不再需要負上責任，歸家抱着你，又再共度黃昏。作者最擔心嘅係疑似偷情嘅嗰個人，久而久之變成一種習慣，已經唔當係一回事，不再需要負上責任呢，並不是代表佢唔需要負責任啊，係驚佢已經忘記咗冇咗呢個責任，返到屋企呢，仲可以若無其事咁樣對住佢嘅原配另外一半。好啦，今次嘅評論呢，嚟到呢度呢，大致上完成啦，係時候呢，還原基本步咯喎。我喺影片嘅開頭呢，曾經同大家講過，就係話我會喺影片嘅最後再同大家講下呢首歌嘅誰人嗰個誰字嘅。分析完成首歌嘅歌詞呢，其實唔難見到呢，作者其實係唔識嗰一對嘅情人嘅。雖然當中我哋會見到啦，係個歌詞裏邊呢係有你同埋他呢兩個字啦。雖然你字本質上係可以定性為係曾經與人溝通過嘅，但係當中個你字嘅出現，其實就係喺一啲作者擔心緊嘅事情上邊啊嘛。係擔心緊疑似被偷情嘅嗰一方，如果真係偷情嘅話，佢嘅另外一半會受到傷害啊嘛。至於個他字就係喺一啲形容緊疑似被偷情嘅嗰個人嘅情況下使用噶嘛，所以我就覺得佢哋係其實係
完全不認識，只係作者見過呢一對嘅情人啫。咁你可能會問嘅，呢首歌出現嘅目的係啲乜嘢呢？除咗商業考量之外，賺錢之外，即係每首歌都有佢自己嘅信息㗎。咁佢嘅信息係啲乜嘢呢？呢一個呢，就真係單純嘅猜測。我認為呢，就係克勤其實係呢，想透過呢首歌勸喻嗰個疑似偷情嘅嗰一方嘅另外一半，去留意下佢嘅另外一半係咪真係出現咗偷情嘅情況。唔知大家認唔認同啦？咁今日我哋嘅評論呢，就到呢度咁上下啦，嚟到尾聲噶啦。咁啊，多謝大家到依家呢一刻仲喺度睇緊嘅觀眾們啦。為咗多謝大家，咁我就用今次嘅偷偷摸摸副歌嚟做我哋今次嘅片尾彩蛋啦。我都知道呢一次嘅評論呢，真係拖咗好耐，都做咗好耐，係最近先安排好屋企嘅嘢，跟住依家終於可以有時間定落嚟呢做呢條片啦。唉，真係搞咗好耐。喺播放片尾彩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訂閱我呢個頻道啦，同埋俾個 like 我啦。可以嘅話，分享出去俾你啲朋友睇下。特別係鍾意李克勤嘅朋友呢，你就要更加 share 俾佢睇下啦。話俾佢知 YouTube 裏面呢，有個人叫黑粉，係專講李克勤嘅嘢嘅。記得要播晒黑粉嘅片，同埋記得俾多啲有意義嘅留言啊！我等緊大家一齊展開討論㗎。唔少得嘅就梗係要撳埋個通知鈴啦，咁先可以接收到黑粉嘅最新影片通知㗎嘛。唔該晒，我哋下條片見，拜拜。好，我哋去。誰人在每晚找開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沒發現你的抖震，任愛念隨意送贈，但其實你每晚都傷心，反覆兜轉的不斷問何日那顆心上，已再沒信任。